大家好，今日會教大家點樣用 Bamboo Studio 控制我哋學校嘅三維打印機。首先喺瀏覽器去 Bamboo Lab 嘅官網，撳上方嘅軟件，然後撳 Bamboo Studio， 然後下載安裝程式。安裝好之後打開，你會發現你需要做一啲設定，你就撳開始，然後選擇地區，選擇好之後撳下一步，然後佢會問你加唔加入使用者體驗改進計劃，呢個就見仁見智啦。然後選擇打印機，而我哋係有 X1、CA1 同埋 H2S， 因此淨係選擇呢3步就得。然後撳下一步，然後選擇你會用嘅物料，然後撳下一步，然後佢會叫你裝網絡插件，你見到剔號就可以撳下一步，冇嘅話剔返佢就得。然之後佢就會裝網絡插件，安裝好就可以撳確定。你就可以開始使用 Bamboo Studio 啦。當你開啟咗三維打印嘅檔案之後，首先你要去左上角選擇你要用嘅三維打印機，然後確認噴嘴直徑是否正確。我哋嘅冇意外咧係0.4嘅。跟住去耗材絲，如果想加一隻色嘅話，你可以撳加號嚟增加一隻色，相反撳減號就係減一隻色。假設如果想改佢嘅顏色，你可以直接撳個顏色格仔，選擇你要嘅顏色，然後撳確定，你會望到佢從品紅變成綠色。不過記得確保耗材絲嘅物料係要正確，因為唔同物料所需要溶化嘅溫度係唔同嘅。如果我想呢架車從綠色變成藍色，即係將佢從4號顏色變成3號顏色，我哋要首先喺工藝右邊從全域性改為物件，然後選擇你要改變顏色嘅模型。因為我哋係變成3號顏色，所以我哋就撳數字件3，佢就會從4號顏色變成3號顏色啦。去到調整部分，首先就自動朝向，撳一下頂部呢個掣，軟件會幫你計邊個角度最少支撐，印得最靚。但如果你要一次過印好多件物件，又唔想自己慢慢移，你可以撳一下頂部嘅全域性整理，軟件會自動幫你將所有物件排得靚靚仔仔，確保每件嘢之間有足夠距離，唔會撞埋一齊。但如果你係想自己慢慢移，你可以撳移動再拖動模型，或者撳旋轉再將模型轉去唔同角度，再或者撳縮放嚟改大細嘅。你仲可以撳選擇底面，再點選模型任何一個平面，嗰一面就會即刻啪一聲平貼喺底板上面。如果模型太大印唔到，或者你只要其中一部分，可以用剪下功能，撳剪下，你會見到一個切割面，你可以隨意拉喐個面，決定喺邊度切開之後，你就見到佢一分為2。不過喺改咗之後，記得改返做全域性。當你揀咗全域，你改嘅所有嘢都會應用晒喺底板上所有模型度。但係如果你撳物件，你就只係改咗揀選咗嗰一件嘢，咁樣好容易會整錯，或者漏咗其他模型冇設定到。咁我而家會教你上支撐，大家想象一下，三維打印好似用熱熔膠逐層畫出嚟咁。如果下面有嘢墊住，啲膠就印得穩。但如果下面係空氣，啲膠一噴出嚟，就會因為地心吸力跌落嚟，最後變到好似一堆亂草或者杯麵咁。所以如果個模型有懸空呢，咁就要上支撐啦。首先揀支撐分頁，剔開啟支撐，然後選擇樣式。樹狀同普通各有不同嘅優點，選擇咩就見仁見智啦。搞掂晒之後，撳預覽，喺預覽畫面你可以開啟切片結果，你可以望到你會用幾多料同埋要印幾耐。記得睇下啲支撐係咪真係托住咗懸空位，確認無誤就可以去右上角選擇匯出所有切片，將檔案發送去 SD 卡或者 USB， 然後去打印啦。最後到打印部分，首先將 USB 插落 H2S， 喺螢幕撳打印文件，選擇翻你個檔案，撳右上角嘅下一步，然後選擇你要用嘅料，冇問題就撳列印。
就可以開始打印啦。